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12月17日的中嘉台南电新闻。为了宣传咱台南今年12月31日的跨年晚会，上午市府提前邀请小总等4位主持人做回来开记者会，希望输人唔输阵，用坚强的阵容，甲台南民众欢喜迎接新年。为了宣传2019年伫高铁的跨年晚会，市府上午伫南旁购物中心盛大举办记者会，会中主持的阵容包括小钟、郭彦均、莎莎甲李毅4位拢亲自到场，会中因除了分享个人上介意的美食甲旅游的回忆。为了今年所拼车2位金曲歌王谢明佑甲萧煌奇，以及最后登场的911乐团，坚强阵容，就希望互来台南跨年的朋友留下上美好的印象，而且再创参与民调的习惯。台语的最厉害的Only You，宇宙人，茄子蛋，哇，这个卡司我跟你讲，真的是你要很难把这些人凑齐，而且有特别加码17组17组。跟宪哥嘛，我们也算是一组，对，我们也算一组哦，等于是冒牌的修比都华，对，而且现在911后面大家没有散场之后来表演，散场之后要表演是不是？散场压轴，散场，我跟你讲，911走了，人也跟着走了，而且17组人这个身价应该起码超过50亿。是对，所以我们今年真的很期待。是。会中副市长柯汉卿嘛代表市长来卖力宣传台南第1位跨年3部曲，并且强调虽然按照往例无放烟火，不过一定会实实在在将迎接新年的欢乐造福大家。希望每一位市民拢会当是大名车。我们台南不像从赖市长立下的一个根基我们要节能要减碳，所以我们不放烟火所以没有烟火的这个炮械了但是呢，就是很务实的把这样的欢乐带给大家。那期望呢，大家在这么新的一年呢能够这个有更好的希望那祝福大家。台南新时代跨年晚会，邀请大家一起来。电新闻顾问及林根采访回答。立委吴伟铁当选新任的台南市长以后，将伫12月24调立委，所以这个会将进行补选。对处民进党内包括前劳动部处长郭国文、前立委李俊毅以及议员郭秀珠的查某囝陈小玉拢意愿来参选。其中郭国文为了宣誓参选的决心，17日上午特别伫新华竞选总部召开记者会，伊强调绝对袂担任市府任何一个职务，要为民进党摕下台南关键的一席。新任的台南市长王伟铁，伫咧12月24号4调立委过后，嘛将会进行立委的补选。目前民进党决定由郭国文、李俊毅、陈小玉3个人进行初选。其中郭国文原本被外界认为可能会到市府担任副市长，但是郭国文特别伫17号上午举办记者会，除了向外界宣誓参选到底的决心以外，同时嘛澄清伊绝对袂担任市府的任何职务，因为伊认为担任立委才会使完成过去伊伫议员推动的相关政见，同时嘛会使帮助台南市政府。那从事民主运动30年，我有这样的使命感。因为如果民主阵营出现缺口的话，我想对整个民主阵营的稳定力量会产生岌岌可危的一个现象。那更重要的其实是补选立委之后，要如何展现出对新民意的反应，
对新民意的回应也是非常重要。过去我们执政过程当中，或许许多的政策忽略了底层的感受，如何让底层的感受可以回到过去对那个民进党的信任？我想民意代表、国会议员在这个阶段所扮演的角色非常的关键。我希望我能够有机会来扮演这个角色。针对民进党党内其他候选人，郭国文认为，伊才是现在上了解人民所需要的一军人选，所以伊一定会拍拼到底。李俊毅委员他有参与过5届的立委那我以前也辅选过李俊毅委员有2次那基本上李俊毅委员的一个国会经验是停留在以往的经验。那现阶段的一个民意，需要有现阶段的一军来对抗现在来势汹汹的蓝军。那陈小瑜可能是未来的一军，但不是现在的一军；李俊毅可能是过去的一军，也不是现在的一军。我们需要用现在的一军来对抗现在的蓝军。会中也有一来自第2选区的后援会代表，到中小挺郭国文，认为伊是一个真好的人选，服务嘛无分党派。郭国文嘛希望民众阁会使予民进党一个机会。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咱台湾目前侪港区拢无管理中心，所以伫管理甲基础设施顶面比较较欠缺。不过市府经过两区港区的更新活化计划，其中和顺港区的服务中心将于落成启用，希望互厂商安心投资来拼经济。伫台北市长李梦燕、市府秘书长方进成以及侪民代贵宾的参与，这个互地方等了32天的和顺港区服务中心将于落成启用，相当隆重喜气。该服务中心占地300平，工程完全由市府的预算来支付，包括道路开辟、排水的改善、加监视器等等，总共1500万。市长表示，港业区服务中心的启用，则是希望提供厂商更加优质的服务，让业者会当安心投资台南。咱这款都市计划的工业区，其实更需要政府来照顾，更需要政府来费心因为过去伊不是专责单位开发出来的，所以在管理上、在基础设施上，往往也比较欠缺这几年感谢咱议员、议会的支持，所以咱包括咱迄个经发局嘛，足努力争取中央包括咱议会、咱市府的配合款，将近要到8亿咱就专门针对都市计划内底的工业区咱这款迄个无管理中心的无专责单位在管理在那个的部分的工业区内底的道路、排水等等。去争取相关的预算。目前区内厂商将近600间，每一档创造350亿的产值，提供17000个工作机会。和顺港区已经算是咱都市计划区内港区上重要的中心。电话局嘛进一步表示，单次合并以来，将对两区港区的更新活化，已经增加297间厂商，再来118亿的投资额。台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幼稚关怀协会创会理事长林秉正，因为伊伫拍拼事业过程，曾经得到重度忧郁症，甚至多处想要自杀，后来透过治疗甲定期的出外旅行，才慢慢恢复健康。现在将旅游的过程记录落来，出版成《世界3级》这本的新册，希望帮助共款困扰的民众。世界3级这本新册发表是曾经得到重度忧郁症，台南市忧郁症关怀协会创会理事长林明正，以亲身来对抗忧郁症的体会。同时，伊也希望以第一本册的出版，会当互较侪人了解这个世界美好，并且勇敢来对抗忧郁症，热爱生命。所以我们有的人在讲话都说祝你身体健康。我告诉各位，身体健康是不够的，你还要心理健康。因为身体跟心理会互为交感嘛，你身体不健康，心理可能就会不健康。可是你身体健康了，心理不健康，可能心理又影响到身体，可是身体的又影响到心理，所以你要身体健康跟心理健康，这是很重要的。那2位医师帮我，一位用药医师，一位心理师帮我调整好身体之后，我请各位想象当下患重度忧郁症的我。各位，我们现在都在呼吸空气，对吗？空气是苦的，
苦的，哎，真的有味道呢，空气真的是苦的呢。然后喝水啊，那个喝水是没有味道的吧？喝水是苦的啊，哎，真的有味道呢。然后我整身哦，那个会颤抖。我要告诉各位，我没有在吸毒啊，哦，也没有酒，我也没有在喝酒，就也没有酒瘾，也没有毒瘾。我西洋是洗澡回呢，手脚不自觉颤抖，很厉害。所以当身体调整好，心理调整好之后，我就很健康。碰上完家政议员之后，我们就一起来做忧郁症关怀。世界三级这本册出版会当帮助到更多忧郁症患者，真侪人拢非常的支持。一路陪林明正创立台南市忧郁症关怀协会市议员王家珍也鼓励大家做伙来看这本册，来体会生命可贵。各界应该要重视这个疾病对我们人造成的各种伤害。那我们社会这个医界方面，社会一般的民众方面，怎么样的来关心忧郁症？为着要回馈台南的乡亲，林明正也将要伫咧这礼拜日，也就是23号下晡2点到5点，伫成大医学院的陈信厅免费来举办演讲，欢迎大家做伙来听林明正以热爱生命的故事。台南新闻网早采访报道。位于南区的里兰街地下排水工程，对今年3月时间原本预定9月底当完成，但却一直拖。地处议员林美燕接到民众陈情，希望厂商爱伫农历过年之前尽量赶工，就算无法完成，过年期间嘛要暂停，互附近的摊商甲居民过一个好年。议员林美燕因为接到未少的民众陈情，日前邀集水利局会看里兰街地下排水商涵太换工程，因为该工程一拖搁拖，原本预定9月完工，不过因为时间有着困难，严重影响着附近摊商甲民众的出入不便，加上旧历年搁要来到，议员希望整个工程上好会用伫农历年前过一段落，上好伫过年前10天到元宵节这段期间会用暂停时间，互摊商甲附近的民众会用过一个好年。工程真的造成地方上很多的怨言呐。那施工的延宕，工期的延宕，事实上造成地方上不只是通患朋友，包括咱消费者嘛是受到影响，包括咱的客户嘛是在生活上面的品质受到了影响啦。那当然面临的很主席，咱的新的新年跟旧历年的即将来临啦。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是咱台湾人大概要过年过节上较重要的时段，所以如何克服这个工程，会当互大家能够有过个好年，包括咱台湾朋友，包括咱消费者要办过年的物件时阵，也比较有个好的地方去。当然，咱的一款客户，每年就是咱要过年的一款的打扫的工程，我想这个都要面面俱到了。所以今天要求水利局针对这个工程，必须要做调整，必须要做调整。针对这些因素，他们必须要摆在第一优先。对处水利局护水科代理科长吴书旭表示，会将地形的声音纳入评估，另外配合风粉市场的运作。该段会伫咧最后才施工。至于前段到新乡路口，目前会先铺点仔架来回填，离后段的小涵因为靠近主体区，会尽量降低影响。如果工程赶袂赴完工，会先伫咧过年前10天来暂缓施工，等待过年后才继续推动后续的工程。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茶会本身就是一项艺术，花蕊如何配色，佮搭配器具甲环境，做出上界适合的布置等等，拢是咧考验茶会艺术家的功力。现在中华花艺文教基金会正伫台南应用科技大学举办花艺展览，透过镜头先带大家做伙来欣赏。由中华花艺文教基金会主办的万孝动新阳花艺展，是由花艺艺术家谢玉贵甲王水宁共同规划展出的。当时因也是母亲甲查囝的关系，而茶花已经将近40档的谢玉贵老师，伫咧现场也摆出了伊家己所构想创作的，因应每一个节庆无共款的布置，也因为接下来就是要过新年咯，所以伊就来介绍这个过年的茶花艺术。这是我们以过年过节的花来表现这个节庆啊。然后像这一盘这里的就是我表现的是那个元旦的花都要比较亮一点，而且都会挂一些炮啦、竹啦，竹报平安，然后那个松鹤延年，松鹤连，然后大吉大利。另外一位花艺艺术家王水宁，伊也分别示范了6大花器是要安怎来运用，摆伫现场，让民众来参观欣赏。这次中华花艺想在南印大这边做一个有花艺，有跟花艺，还有跟节庆，还有文人，还有写景花结合的一个区块。那其实，在我们中华花艺里面的话，以6大花型，它是最基本的那个功夫。那如果说它可以从基本型里面去延伸到，在节庆方面，或者在文人方面，或者在写景方面这一方面的区块的融合，所以它是最有贴切的，最能够让我们在生活上面，在美学方面更有氛围的。想要亲目睭看到这尔美丽的花艺创作，对即日起到12月21号，也就是这礼拜5，在南印大文创中心展出，邀请大家做伙来去体验花艺艺术的水。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国千记饭店业者首次甲知名的水晶业者合作，打造一张水晶圣诞树来迎接圣诞甲过年，相当的特别。早好即天，饭店也特别举办点灯仪式，并且推出大房抽奖好康，等待消费者来试手气。台南精英酒店透过以业革命，持续推广有特色的在地企业。这届特别甲月钻企业合作，打造一张使用超过10万粒施华洛世奇水晶的椰蛋树，树悬360公分，开了数百点钟来手工制作，现场看来金光闪闪，非常稀奇。用10万颗施华洛世奇的水晶打造一棵所谓的许愿树。然后加上呢，我们呢有找了36只不同的这个原住民作品的山猪，所以我们为了迎接金猪年的话，会推出一个所谓的一个猪树如意赚好康。那凡是来消费的餐饮消费的这个客人的话，满2000，住房3600，我们会送一个序号，然后在大年初1到初5每天抽50个大奖，送给我们的这个支持的朋友们。那我们的大奖呢，可以有到香港的来回机票，然后呢有北漂轻旅行，可以住台北金华，可以住这个所谓的礁溪杰斯旅，还有南漂小旅行，可以住台南金酒店，然后还有很会喝专案，有可以喝30天的一个 pass， 或者是很会游的专案，可以到台南金的无边界游泳池游泳30天啊。那所有的一切哈，我们这个超狂的这个活动，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迎接明年的金猪年。
为了回馈消费者，也正伫明年1月到2月8号推出诸事如意赚好康的活动，民众只要消费满亿，就会当参加抽奖，奖项包含住宿券、战斧牛排套餐等250项的好礼，民众就要把握机会来试手气。台湾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了火车站进前的商圈，为了让市民更加认识因将伫23号圣诞举办圣诞嘉年华，活动中间都推出一个消费好康。主办单位嘛安排市集、游行、甲变装等等，内容相当丰富，邀请市民共同来体验无同的圣诞气氛。为了迎接连面个要来到的圣诞节，侪店家商圈拢会举办相关的活动。现在咱市上少年的战前商圈。嘛将要伫23号举办第1届的宠爱大联盟圣诞嘉年华，这届特别以毛小孩为主角，安排一系列的活动，到时阵嘛会互消费者侪优惠，甚至阁有大位丰富的圣诞市集，希望互市民甲游客拢会使伫台南感受到无同的圣诞气氛。我们是第1届的宠物大联盟的一个游行嘉年华，那我们活动的地点呢是在我们中山路跟西华南街口。当然，我们游行的范围是蛮广的，我们也会到北门路到青年路。那我们这次游行呢，是结合了圣诞节欢乐的气氛，我们还有很多打扮的很萌的毛小孩会跟我们一起参与游行。当然，大家刚刚也看到了，我们有白雪公主，我们还有这个冰雪奇缘的 Elsa， 还有我们的圣诞老公公都会在街上跳街舞，跟大家一起嗨翻天。那我们除了这么多好玩的游戏以外呢，好玩的游行以外呢，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好玩、好吃、有梗的活动。所以我们在中山路西华南街呢，有这个美食市集，还有文创市集，还有圣诞市集，都欢迎大家一起来玩。活动中间嘛有侪毛小孩相关的单位，主办单位嘛安排散步地图的智障游戏，要互大小朋友透过游戏来熟悉战前商圈。欢迎喜爱毛小孩的民众莫错过这个特别的圣诞嘉年华。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负责家伫购物中心所举办的迪士尼10周年小汽车特展，展场当中除了侪经典的车款甲限定的车款，吸引侪介意收藏民众来排队抢买。主办单位嘛伫现场设立游乐区甲无人的贩卖机，满足所有大小朋友的需求。一来到这届10周年特展的现场，就会使看到侪收藏小汽车的民众，拢趁这个机会咧抢买喜爱的小汽车。因为今年拄好是托米卡迪士尼系列的10周年，所以展场内嘛准备了过去到现在迪士尼系列的车款，互大家来欣赏。同时，主办单位嘛准备了侪展场限定的商品，亲像这台米奇的老爷车，甲这本10周年的纪念册，拢是只有现场才买得到的。也阁有民众为了这台假价购的法拉利车款，特别找朋友买了一大堆。今天刚好有活动，然后最近刚好又有12月的新车推出，所以我就在这边看，刚好有卖，就这样买这样子。那边盒子的就是买5台，可以加价买一台那种亚洲限量的兰博基尼的红色的车子，对，那是比较特别的。这届现场嘛特别邀请2间幼儿园的小朋友到场体验游乐区，丰富的游戏内容嘛，让小朋友拢耍啊非常欢喜。而且小朋友可会使对游戏当中得到小汽车作为纪念品。现场嘛有准备了非常大组的小火车轨道，让小朋友拢看到无愿意离开。这个汽车展的活动呢，现场布置的非常的别致，那很适合很多家庭来这边拍照。那也很谢谢说，南纺购物中心今天的邀请，因为现场有准备了很多小朋友喜欢的小游戏，那也会准备很精美的汽车的小礼物，可以给小朋友带回去。那今天的这个活动呢，非常的适合寓教于乐，所以也很谢谢南纺购物中心今天邀请我们光辉幼儿园来到南纺购物中心今天这一个汽车展的活动。这届嘛有特别引进无人商店，消费者会使直接使用机台，就会使买到介意的商品。这届的展览将要展出到1月1号，主办单位表示，现场阁有侪特别的小汽车，等待收藏家来挖宝。如果有咧收藏的民众，嘛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台湾新闻郭博义、何超邦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明仔载详细天气变化。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16度到24度，袂落雨。
海面边管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收看12月17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